歡迎收聽希望聽新聞，我係慧雯。首先為你送上內容提要：美接獲一艘曾停靠委內瑞拉郵輪，川普突然轉向，北京被打個措手不及。重大事件，莫斯科算計落空。特斯拉指出中國電動車幾大硬傷。下面請聽詳細內容。美接獲一艘曾停靠委內瑞拉郵輪。美國國土安全部長諾姆禮拜六表示，美國喺當日接獲咗一艘之前曾停靠喺委內瑞拉嘅郵輪，係美國施壓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落台嘅最新舉動。諾姆冇說明行動地點，亦冇透露被扣押嘅船隻名字。但佢喺 X 平台上宣佈呢個消息時，附上一個相關影片。佢話事件發生喺禮拜六，美國海岸警衛隊喺戰爭部嘅支持下執行咗呢個行動。諾姆話，美國將繼續打擊非法運輸受制裁石油嘅行為，呢啲石油被用喺資助該地區嘅毒品恐怖主義活動。我哋一定會揾到你哋並阻止你哋。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呢艘超級郵輪裝載住多達200萬桶委內瑞拉原油，懸掛住巴拿馬國旗。郵輪歸一間中國公司所有。呢個係近幾個禮拜以來美國第二次喺委內瑞拉附近海域扣押船隻。喺今個月10號，美國海岸警衛隊一支精銳嘅戰術行動小組喺美國海軍直升機嘅支援下，登船扣押咗委內瑞拉郵輪 Skipper 號。該郵輪因參與涉及委內瑞拉嘅非法石油交易受制裁。就喺幾日前，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對所有進出委內瑞拉嘅受制裁郵輪實施封鎖。據 CNN 報導，美官員表示，儘管川普今個禮拜嘅命令針對嘅係受制裁郵輪，但美禮拜六扣押嘅呢艘船並唔喺美國嘅制裁名單上。自從上個禮拜美軍喺委內瑞拉海岸附近扣押一艘受制裁郵輪以來，再有幾百萬桶原油嘅船寧願停留喺委內瑞拉水域，亦唔願冒被扣押風險。華日近日報導，石油收入對馬杜羅佢嘅核心圈子同埋整個委內瑞拉都至關重要。長期以來，原油銷售額佔委國出口收入嘅90%以上。更多郵輪被扣押，哪怕只係面臨被扣押嘅風險，都會喺委國引發一連串不斷升級嘅危機。各位朋友，係咪覺得而家一擘開眼就係手機、電腦、追劇、睇新聞、睇訊息，轉眼好幾個鐘頭過去，等到回過神，眼又乾又澀，睇嘢都有啲模糊。其實我哋中醫認為，眼睛同肝血係連埋一齊，肝血充足，眼睛就明亮潤澤。但如果長期熬夜，過度用眼，肝血耗損多啦，隻眼就容易乾澀疲勞。所以平時真係要對自己好啲，記得食啲枸杞、菊花、胡蘿蔔呢類對眼睛有益嘅食物，亦盡量俾對眼定時休息。夜晚唔好再摸黑滑手機啦。不過我亦明，生活一忙起嚟，真係好難面面俱到。好似我自己之前亦經常因為隻眼乾澀唔舒服，後來試咗健康520潤眼寶。佢裡面用咗決明子、枸杞、菊花呢啲溫和嘅天然成分，幫助舒緩眼睛乾澀同疲勞感，讓雙眼感覺比較輕鬆。如果你亦經常覺得隻眼攰、乾，甚至有啲痛，或者可以試下。目前呢款產品主要喺亞洲地區銷售，有興趣嘅話，可以上健康520官網睇下詳細介紹。好啦，我哋先讓隻眼休息一下，跟住再嚟繼續關注新聞。川普突然轉向，北京被打個措手不及。川普總統今個禮拜再度批准對台軍售，總額高達111億美元。呢批軍備中，多數喺烏戰爭中已證明可有效打擊俄軍戰車同指揮所。專家認為此舉反映華府軍售策略明顯轉向協助台，防止中共軍隊登陸。日經亞洲報導指，分析人士認為呢次軍售展現美政策調整跡象。過去未供應台嘅 F-16戰機同軍艦等大型高價武器，
如今改為着重防堵中共登陸嘅作戰系統。美國務院17號宣布已批准8項對台軍售案，內容包括82套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420套陸軍戰術導彈系統、60門自走榴彈炮，同埋60架履帶式彈藥運輸車、1050枚標槍飛彈、1545枚拖式飛彈等相關設備。美退役海軍少將、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資深研究員蒙哥馬利話：呢啲武器能顯著增加中共軍隊執行登陸台灣計劃嘅困難。佢分析，無人機可協助阻止敵軍登陸或喺岸上部署部隊，而地面長程飛彈系統、榴彈炮、標槍同拖式飛彈等短程武器都將對中共部隊形成威脅。佢指台灣若增加反介入能力，中共地面兵力風險將更高。一名美政府官員話，調整軍售策略有兩大因素，一係喺2022年8月前，聯邦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中共進行軍事演習同導彈試射；二係烏抵禦俄入侵嘅經驗同啟示。該名消息人士指，過去台灣軍購偏重昂貴戰機同軍艦，既安撫國內民心，亦象徵向北京傳達態度。而近期軍購就更強調實戰效益。呢次係川普第2任期內第2次宣布對台軍售，規模顯著擴大。今年11月，美亦批准對台 F-16戰機、C-130運輸機同本土防禦戰機備件同維修零件嘅供應，總額約3億3千萬美元。重大事件，莫斯科算計落空。喺今個月18、19號，歐盟峰會做咗一個對烏至關重要嘅決定，烏將喺今後2年間獲得總共900億歐元嘅派款，由歐盟財政擔保。呢個決定亦避免咗動用充滿爭議嘅俄凍結資金，名為派款，但其中大部分都唔需要烏償還。根據歐盟方面說法，只有當俄向烏支付侵略戰爭賠償金時，基輔方面先需要償還呢筆無息派款。烏總統澤連斯基已喺第一時間對歐盟峰會嘅決定表示讚賞，對歐盟各國領導人表示感謝，話呢個係一項意義深遠嘅支持舉措，可加強我哋嘅抵抗能力。佢又強調，俄嘅海外資金繼續被凍結，烏明年繼續獲得財政安全保障，呢個亦係重要嘅決策。烏智庫新歐洲中心副主任索洛德基認為，向烏提供900億歐元派款，體現嘅並非係歐盟嘅戰略勇氣，而係歐盟喺談判中取得妥協同共識嘅能力。歐盟冇選擇烏方支持嘅動用俄凍結資金嘅方案，但亦避免咗最壞嘅情況，亦即係話冇出現無法決策嘅情況。索洛德基對德國之聲強調，呢次歐盟決定意義重大，因為之前普京一直寄望於西方唔再支持烏，從而讓烏無力繼續抵抗，但普京嘅算計被挫敗。烏至少獲得2年嘅基本資助，可保持財政穩定，顯然破壞咗普京嘅速勝夢。不過，部分歐盟國家領導人喺動用俄凍結資產方面嘅猶豫，依然讓索洛德基感到擔心。根據英國衛報援引歐盟情報官員消息，俄情報機構近期正係有針對性威脅比利時一啲政界人士同金融界精英。俄希望透過對比利時施壓，阻止歐盟動用凍結資金向烏發放派款。俄央行喺歐盟嘅總共2100億歐元被凍結資金中，有1800億存放喺比利時歐洲清算銀行。呢次歐盟冇動用呢筆凍結資金，最主要原因就係比利時方面反對。烏國際烏克蘭勝利中心聯合創始人哈盧什卡強調，呢次歐盟決定重大意義在於烏能夠從明年第2季度起獲得極需嘅資金，用喺填補財政缺口、生產武器彈藥，但呢筆錢只夠維持，唔足以取得勝利或從根本上扭轉戰局。佢對德國之聲指出，
俄嘅施壓威嚇策略已經取得部分成效，莫斯科今後仲會繼續針對部分歐盟國家採取相似嘅施壓方式。克宮已認識到針對歐盟國家領導人同歐洲清算銀行高官嘅威脅係有效嘅。俄發現咗歐盟嘅軟肋，預計仲會再次予以利用。烏金融專家福爾薩亦對歐盟將自己嘅軟肋暴露喺俄同埋美面前感到擔憂。佢認為正因忌憚莫斯科同華府，歐盟無法真正貫徹自身利益，呢個係歐盟自身面臨嘅挑戰。但願柏林、巴黎等地政界人士能聽到呢個警訊。不過福爾薩同時亦指，俄已無法再宣稱烏即將財政破產，呢個有可能喺某一時刻促使普京真正開始談判，因為佢讓烏財政崩盤嘅算計落空啦。特斯拉指出中國電動車幾大硬傷。特斯拉日前喺微博上罕見對中國國產電動車公開嘲諷，指出電池容量唔係唯一標準，輕量化同能源管理先係關鍵。佢又提到，一啲中國電動車雖然電池大，但整車重量增加導致能耗反升，實際續航未必優於 Model 3。特斯拉過往對中國電動車嘅挑戰不屑一顧，如今卻主動發起技術層面嘅反駁，背後係市佔嘅波動。今年第一季 Model Y 喺中國市場銷量年減14.8%，而小米 SU7 等車型嘅銷量就迅速攀升。搜狐汽車報導，特斯拉說法唔係空穴來風，以小米 SU7 為例。101千瓦時版本 CLTC 續航為700公里，但整備質量達到2350公斤，比 Model 3重咗600公斤，而 Model 3長續航版 CLTC 續航713公里，重量卻輕咗近400公斤。呢種差異直接反映喺能耗。Model 3嘅8公里電耗係12.5千瓦時，而小米 SU7 係14.8千瓦時。特斯拉又強調，車越重，安全隱患越高，制動距離會變長，零部件磨損更快，尤其係車胎、剎車片等二號件更換週期大幅縮短，呢啲成本最終都會轉嫁俾消費者。中國電動車選擇大電池路線，本質係應對充電基礎設施不均嘅無奈舉動。喺3、4線城市或長途出行場景中，大電池能顯著緩解續航焦慮。例如理想嘅 L9 105千瓦時電池支持1200公里續航，呢啲數據對使用者極具吸引力。但呢種策略亦暴露中國電動車嘅短板。以比亞迪海豹為例，100千瓦時版本車重達2280公斤，而 Model 3嘅三電系統集成度更高，熱管理同能量回收效率更優。小米集團董事長雷軍曾坦言，電能耗管理比唔上特斯拉，只能靠堆電池。呢種以大補拙嘅方式喺成本同安全性上都面臨挑戰。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